大家好，我是何文祥。今日是2026年6月14号。今日咧 Richard Clayderman 就来吉隆坡的 Megastar Arena 来举办钢琴会。Richard Clayderman 是法国也出名的钢琴家，这道的钢琴演奏会，伊有演奏房中的婚礼、细汉时的回忆。铁达尼号，挂心永恒。当然啦，这个电影也出名的主题曲啊，上到 20th Century Fox 迄款啊，嘛有在这个演奏会，这个演奏会内面会使听到的。星球大战，不可能的任务。感谢理查启德门举办钢琴演奏会。